是整数 A、B 的一个公因数，下列哪些整数是 A 的倍数 ？A、B、B、A 加 B、C、D、A、D、2A、3B、1、B、2A、2 ，A 等于 R1D，B 等于 R2D， 其中 R1、R2 等于1。A、B 等于 D，R1、R2。B、A 加 B 等于 D，R1 加 R2。C、D、A 等于 D，1R1。D、2A、3B 等于 D，2R1、3R2。1、B、2A、2等于 B、A、B 加 A， 等于 D，R1、R2，R1 加 R2， 均为 D 的倍数。01010002， 设 A 为已知的整数。A 若 A 0，则满足 AX 的 X 有无限多个。B 若 A 0，则满足 XA 的 X 为有限个。C X 为整数 ，X0 为有限个。D X 为整数 ，0X 为无限多个。A 为整数 A0。C X0 X 有无限多个。D X C0X 的 X 不存在。A Z A0 不一定，当 A 等于0时不成立。01010003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 120被13除之余数为3。B 120被13除之余数为10。C 所有自然数被4除之余数都是1、2、3、4。D 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被9除之余数为6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被11除之余数为7。A 120等于13 ，Q 加 R，0R 小于13。120等于13 ，10加10。B 120等于9乘13加3。C 余数为0、1、2、3。01010004王先生的客厅长7.2公尺，宽5公尺，他想把客厅的地面铺上新的瓷砖，可供选择的瓷砖有下列5种尺寸。A 0.6公尺乘0.6公尺 B 0.5公尺乘0.5公尺 C 0.8公尺乘0.8公尺 D 0.5公尺乘0.6公尺 E 0.8公尺乘0.5公尺。他若要铺同一种尺寸的瓷砖，且刚好铺满整个地面而不浪费瓷砖，请问他有哪几种选择？提示：请改以公分为单位。D 7.2除以 0.6 等于12，5除以 0.5 等于10皆能整除。E 7.2除以 0.8 等于9，5除以 0.5 等于10皆能整除，故选 D。01010005AD 一个6位数321xy5位45的倍数，是求 x 加 y 之值可能的数。x、y 为阿拉伯数字。A 7 B 10 C 13 D 16以25个位数为5 B 是5的倍数。9 3加2加1加 x 加 y 加5。9 11加 x 加 y。x 加 y 等于7 or 16。01010006BD 下列何者正确？以下文字均为整数。
A 若 A B C A B 或 A C B 若 A B B C A C C 若 A B B C C A A 等于 B 等于 C D 若 A B 等于1 A 加 B A B 等于1 A B C 等于 C A 错64乘9 64或69 C 错 A B B 等于 A T 1 B C C 等于 B T 2 C A A 等于 C T 3 Titanium 位整数 I 等于1 2 3 A 等于 CT3 等于 BT2T3 等于 F1T2T3 T1T2T3 等于 1T1T2T3 有二者可能为1错3 6乘9等于3 3乘6 9等于9 39 01010007 以下列哪些数是23乘35乘7的因数 ？A 24乘7 B 22乘34乘5 C 23乘34乘7 D 22乘35乘7 E 23乘35乘7 C 23乘34 23乘35乘7 D 22乘35乘7 23乘35乘7 E 23乘35乘7 23乘35乘7 01010008 C D 以下列哪些数是3的倍数 A 74234 B 998866 C 312282 D 23正13 E 113正163 C 3128 31加28等于359 D 23加13等于8加1等于9 E 113加163等于11加16 112 11乘16加162等于27 112 11乘16加162 01010009 EAD 9位数9876540，若内填入 A， 则为60的倍数，请问 A 可能是下列哪一个数 ？A 0 B 3 C 5 D 6 1 8 60等于3乘4乘5，个位数字为0 B 为5的倍数。39876540 3 9加8加7加6加5加4加3加0及3等于0369。又49876540等于06。01010010中 A 下列何者为真 ？A 设 n 为整数且3n2，则3n。B 设 A、B、C 为整数，若 AC 等于 BC， 则 A 等于 B。C、A、B、C 为自然数 A、B、C、A、B、C 等于 ABC。D、A、B 为自然数 A 等于 barbecue 1加 R1 等于 barbecue 2加 R2， 则 Q1 等于 Q2，R1 等于 R2。A、B、C 整数 A 大于 B，AC 大于 BC。B 若 C 等于0，AC 等于 BC 但 AB。C 若 A 等于2，B 等于4，C 等于8。A、B、C 等于2，A、B、C 等于8。但 A、B、C、A、B、C、A、B、C
D 若 A 等于15 ，15等于2乘5加5等于2乘7加1，但 Q1 Q2 R1 R2。一不成立5大于3，但5小于3。01010001中 A、B、C 若 n 为整数，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 6公尺加15 n 等于25整数节。B 3公尺加7 n 可为任意整数。C 4公尺加6 n b 为2之倍数。D A 等于 32.43 之正因数有12个。E n 等于 23.3257 n 等于 33.4253.72，则其最大公因数为 32.53。D A 等于 32.43 等于 32.26。A 的正因数2加1 6加1等于21。E n 等于 23.3257。n 等于 33.2453.72。n 等于 23.3253。0101000112中 A、B、C、D 农历乙天干，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如甲子、乙丑、癸酉、甲戌、乙亥、癸未、甲申、乙酉、癸巳纪年，则以10、12等于60年为一周期，俗称一甲子。民国73年为甲子年，则 A 民国100年辛卯年。B 民国前1年为辛亥年。C 民国前36年乙亥年。D 自甲午战争以来，丁午年、庚卯年、壬巳年均不曾存在。一农历上不曾有过甲戌年、癸未年。A 173加1等于28。28除以10等于2， 8甲辛。28除以12等于2， 4子卯。B 73加1等于74。74除以10等于7， 4甲辛。74除以12等于6， 2子亥。C 74加36等于110。110除以10等于11， 0甲乙。110除以12等于9， 2子亥。D 丁午庚卯壬己。4、7、7、4、9、6。0101000113中 A、B、C、D 关于最大公因数、最小公倍数，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 147034300等于490。B 41761566185等于58。C 382587452329182967等于1。D 4670000934380000等于6万。E 916510857等于705705。A 1470等于490乘3。34300等于490乘70。1470 34300等于490。B 4176等于72156，6除以58等于27185，6除以58等于32。
4176、1566、1856等于58。C 38、232等于22258,745。38、258,745、232、918、2967等于1。D 4670、4000除以6万等于7784。9、3438、0000除以6万等于15573。115573778等于1。705等于9165乘77。705等于9165乘65，而77、65等于1。01010001中 A、B、D 若 A、B、C、N 为整数，则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若 A、B 且 AC， 则 A、B、N、C、N。B. 对任意整数 n、3横为15公尺12n之因数。C. 若 A 12公尺加15n， 则 A 12且 A 15。D. 若 5n2， 则 5n1， 若 AN2， 则 AN。B. 令 n 等于 1n 等于12公尺加15n 等于27。设 A 等于 27A， 12公尺加15n， 但27、12、27、15。1. 设 A 等于9 ，n 等于 3n， 2等于 9an2， 但93。0101000115中 A 下列个数何者为9的倍数 ？A. 24702、3846 B. 3101 C. 1090加1 D. 11223344 645乘7329 C. 1099加一数字何等于2不是9的倍数 D. 1加1加2加2加3加3加4加4等于20不是9的倍数。01010016中 A 已知偶数的平方是4的倍数，奇数的平方除以4余数为1。考虑5个数，513兆226216154145。试问下列何者可以和上述5数中的某一数相加成为完全平方数 ？A. 513 B. 226 C. 216 D. 154 145 A. 513加216等于729等于272 C. 216加513等于729等于272 E. 145加216等于361等于192 01010017中 A 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. 2311为质数 B. 1为质数 C. 5为质数 D. 333之质因数有5个。1. 若 n 等于 n，n1、321则10。之质因数有4个。B. 亦不是质数，也不是合数。C. 5不是质数，正整数才会讨论。
010100018中 C 一下列哪些是3的倍数 ？A. 7231乘251 B. 2165加7126 C. 1243 2145 D. 93275 1. 31999 A. 7230加1 249加2等于3公尺加2 B. 7126等于711加1 6等于3K 加1 D. 9加3加2加7加5等于26不能被3整除。010100019中 A 下列哪些正确？文字均为整数。A. AB AC 则 A。B 加 C ABC B A megabyte 加 CN 则 AB 或 AC C AB BC CA 则 A 等于 B 等于 C D 设 A B 等于1则 N BN 等于1 N 为自然数 A B C 等于 A B C B A megabyte 加 CN A B A C 不一定成立 C A 等于5 B 等于5 C 等于5 A B B C C A 但 A B 010100020中 B D 若 A B 为整数且 A B 是 A B 之最大公因数 A B 是 A B 之最小公倍数，则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12 3等于3 B. 0 6等于6 C. 0 6等于0 D. 15与4互值 A B 等于 A B A B A 12 3等于3 C 0 6无意义。若 A 等于15 B 等于4 A 乘 B 等于60，但 A B 等于1 A B 等于60。010100021中 A D A 等于333 B 等于333，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A 有34个正因数 B 有4个正因数 C A B 等于3 D X 加 Y 等于81有整数解 E X 加 Y 等于111有整数解 B 等于333等于33乘113有16个正因数C A B 等于33等于27 D 27 81 27 111 010100022中 A D 设 A B C 都是正整数 A B 表 A B 的最大公因数 A B 表 A B 的最小公倍数，则下列何者正确 ？A B C 等于 A B C B A B C 等于 A B C C A B C 等于 A B C D A B C 等于 A B C A B C A B C 等于 A B C A B C 等于 A B C 等于 A B C B 反例，若 A 等于6 B 等于15 C 等于50 A B C 等于6 15 5等于3 5等于15 A B C
等于6 15 5等于6 5等于30。C 反例，若 A 等于6 B 等于15 C 等于50。A B C 等于6 15 5等于30 5等于5 A B C 等于6 15 5等于6 15等于3。D A B C 等于 A B C 等于 A B C。一反例，若 A 等于6 B 等于15 C 等于50。A B C A B C 等于6 15 5 6 15 5等于1乘30等于130 A B C 等于16乘15乘5等于450。01010002中 A B D 四位数198x等于2 P 乘3 Q 乘5乘7 R 乘11，则下列何者正确 ？A P 加 Q 等于4 B P 加 2R 等于2 C Q 加 R 等于5 D P R 等于2 E P 加 Q 加 R 等于6，已知5乘11 198x 5 198x 且11 198x x 等于0或5。当 x 等于0时的11 1980，当 x 等于5时的11 1985。又1980等于22乘32乘5乘11。P 等于2 Q 等于2 R 等于0，故选 A B D。01010002中 B D 下列哪两个量米容器的容量都没有刻度，可以量出任何整数公升的米？A 3公升、6公升 B 3公升、5公升 C 6公升、8公升 D 4公升、5公升。一5公升、10公升 B 3、5互值，存在整数 m 使得3公尺加 5m 等于1。例如3、2加1等于1，3 2乘2加5 1乘2等于2，3 2乘3加5 1乘3等于3。第4、5等于1同理。01010002中 B D 若 A B 为整数且 A B 是 A B 之最大公因数 A B 是 A B 之最小公倍数，则下列何者正确 ？A 12 3等于3 B 0 6等于6 C 0 6等于0 D 15与4互值。一 A B 等于 A B A B A 12 3等于3 C 0 6无意义。一若 A 等于15 B 等于4 A 乘 B 等于60，但 A B 等于1 A B 等于60。01010002中 A D 若正整数 A B Q R 满足 A 等于 barbecue 加 R， 且令 A B 表示 A 与 B 的最大公因数，则下列选项何者为真 ？A B等于 B R B A B 等于 Q R C A Q 等于 B R D A Q 等于 Q R 一 Q R 等于 B
Q 利用辗转相除法原理求 A、B 之最大公因数。被除数 A 与除数 B 之最大公因数等于除数与余数之最大公因数。所以答案为 A、B 等于 BR 或 A、Q 等于 QR。0101000227中 B、C、E 古代的足球运动有一种计分法，规定踢进一球的16分，犯规后的罚踢进一球得6分。请问下列哪些得分数有可能在计分板上出现 ？A. 26 B. 28 C. 82 D. 103 E. 284假设踢进 X 球，罚踢 Y 球，总得分数为 16X 正 6Y。将 X 以不同值代入，可得可能得分情形为：由于16及6为2的倍数 ，16X 正 6Y 必为2的倍数。因此选项4非正确答案。而 16x 正 6y 模正整数解，因此答案为2、3、5。0101000228中 B、C、D 假设 A、B、C 是3个正整数，若25是 A、B 的最大公因数，且3、4、14都是 B、C 的公因数，则下列何者正确？A、C 一定可以被56整除。B 2100。C 若 A 100，则 A 等于25。D、A、B、C 三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是25的因数。一 A、B、C 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大于或等于25乘3乘4乘14。A、B 等于25 ，H、K 等于101。3、4、14都是 B、C 的公因数。RSN02。A. 当 S 等于10、56C 一不正确。B. 由0102得 B 等于 25.84T 等于 2100T，TN2 正确。C、A、B 等于25H。84T 等于1。当 A 100及 H40H 等于1及 A 等于25 3正确。D、A、B、C、A、B 等于25 4正确。1 A、B、C 等于25H 25乘84乘 T 84乘 S等于2100HTS， 但25乘3乘4乘14等于4200，5不正确，故选2、3、4。0101000229中 ACD 将正整数18分解成2个正整数的乘积有1乘18、2乘9、3乘6三种，又3乘6是这3种分解中两数的差最小的，我们称3乘6为18的最佳分解。当 P 乘 Q、PQ 是正整数 n 的最佳分解时，我们规定函数 Fn 等于 PQ， 例如 F18 等于36等于12，下列有关函数 Fn 的叙述何者正确？ A. F4 等于1 B. F24 等于38 C. F27 等于13 D. 若 n 是一个质数，则 Fn 等于 1n。 1. 若 n 是一个完全平方数，则 F
n 等于1 a f 4等于2 2等于1 1正确。b f 24等于4 6等于2 3 2不正确。c f 27等于3 9等于1 3 3正确。d n 未知数 n 等于1乘 n f n 等于1 n 4正确。n 为完全平方数 n 等于 k2 knf n 等于 kk 等于1 5正确。故选 A C D E 0101 0003 男 A B C D E N 为自然数，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？A n 2加 n 加1 b 为奇数。B 3 n 加1 n 加2其中3等于321。C 8 n 3 2 n b 为6之倍数。D 连续3整数的立方和为9之倍数。E 任两奇数的平方差 b 为8之倍数。A n 2加 n 加1等于 n 加1加1 n 加1偶数。n 2加 n 加1为奇数。B 3等于 3.2 n 加1 n 加2 b 有一个为3的倍数，一个为2的倍数3 n 加1 n 加2。C 8 n 3 2 n 等于2 n 4 n 21等于2 n 2 n 1 2 n 加1。8 n 3 2 n 为6的倍数。D n 3加 n 加1 3加 n 1 3等于 n 3加 n 3加3 n 2加3 n 加1加 n 3 3 n 2加3 n 1等于 3n 3加6 n 等于 3n n 2加2 2n 加1 2n 1 2等于 2n 加1 2n 加1 2n 加1加 2n 1等于 2.4n。0101 0003男 A 若 A 等于312 76，是求 A 之值因数为何 ？A 2 B 3 C 67 D 191 乙193 A 等于312 76等于96 76。等于93 73 93加73等于25乘67乘193。0101 0003男 A C D 下列何者对天干地支纪年的叙述是正确的 ？A 一甲子未60年是因60等于12 10。B 有乙寅年。C 若民国74年为乙丑年，则民国110年为辛丑年。D 若今年为乙丑年，则再过119年为甲子年。1若今年为甲子年，则明年为甲丑年。B 天干地支必是奇偶偶。C 74加36等于110。D 乙丑为60或120。乙丑之前1年为甲子121等于119。甲子之后1年乙丑而非甲丑。0101 0003男 C 一设 A、B 为实数。且 A 大于0 ，B 小于0，则下列各叙述何者为正确 ？A、B、A 加 B、B、A2 大于 B2、C、等于 AB、D、AB 等于 AB、
b a b 等于 a b r a 加 b a 加 b a b a 加 b b 若 a 大于 b 大于0 a 2大于 b 2或 a 小于 b 小于0 d a b 等于 a b 01010003男 B C D 设 A 等于24乘56乘72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 的正因数中，2的倍数者有48个。B A 的正因数中，125的倍数者有60个。C A 的正因数中，为平方数者有24个。D A 的正因数中，为立方数者有6个。A 的正因数中，2倍数者形如2乘5乘7，其中等于0123，等于01234566，等于012，共3加1 6加1 2加1等于84个。B A 的正因数中，125倍数者形如53乘2乘5乘7，其中等于01234，等于0123，等于012，共4加1 3加1 2加1等于60个。C A 的正因数中，平方数者形如22乘52乘72等于012，等于0123，等于01，共2加1 3加1 1加1等于24个。D A 的正因数中，立方数者形如23乘53乘2乘72，其中等于01，等于012，共1加1 2加1等于6个。